有旅客伫面册顶头写文章怨叹讲，因准备买坐台湾虎航去日本的时，发现飞行机要飞东京的成田机场和飞大阪关西线的乘客，竟然是放伫同一台飞行机顶悬。因是批评讲哪会遮合？了后呢，虎航去调查了，发现讲这是造成是桃园航勤的接驳车驾驶的疏失，即马这个驾驶已经互调离现职。本来已经全买坐飞机去东京成田的旅客，所互人请落飞机。有民众伫咧 FB 讲，本来是要坐台湾虎航的班机去日本，无想到讲飞东京成田甲飞大阪关西的乘客，拢互人送去坐同一台飞机，有够罕。就看人跟，就是往哪边走，就是跟着一起走。对啊，就是应该工作人员要有指示清楚，或者是拿牌子什么之类的。原来是桃园航群伫咧变忙，接驳车的驾驶是要甲人客载去停机坪坐飞机，结果因为两台班机的航班好正晚，停的所在也正晚，驾驶无再一遍确认送唔到所在坐唔到飞机。虎航虽然有随发现，不过为了要重新清点乘客，延误起飞也较慢到位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接驳的司机要注意，就尽量不要，因为有时候航班时间很接近，那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带到对的地方上，因为确实乘客有时候一忙，可能看到虎航就会上去。桃园航群表示道歉，讲这边的事件是人员作业疏失，已经将造成疏失的员工调离现职。除了进行内部检讨，再来也进行听取，加强督导。因为台湾虎航也请外包单位提交检讨报告，并且主动进行事件提报，希望这种情形莫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